記錄90後農村夫妻喺家鄉擺攤嘅一日。我嘅容先生雖然冇令我過上大富大貴、錦衣玉食嘅生活，但喺佢37頭嘅年紀，肯喺凌晨2、3點人家睡得最香嘅時候起床賣煎肉，我已經覺得佢好優秀啦。多情的傻管風吹呀吹，吹不乾千年的洱海。我遇見你的那一天，世上才有風花雪月。十里香上觀花開呀開，開不完相思的纏綿。我相信最美的情緣，不在天上，在人間。等到那一天，風停。你輸29蚊搞到手2把刀，一把斬刀，一把切刀啊！嗰2把組合刀一樣係由我哋廣東用鋼工廠直發手工電打，斬都可以斬雞、斬鴨、斬排骨、斬支腳、斬筒骨、斬豬頭骨都可以哈，而且仲支持7天冇理由退換。斬排骨就好輕鬆啦，斬筒骨我睇得冇得你啊！我係一隻老龜文呢？我個忠實粉絲，每個開場都過來幫襯我。你嗰隻係辣嘅，係嘛？斬啊邊個啊？你啊？有啲燙嗰個印度公園嘅切球，豬頭骨係豬頭骨硬嘅，你揀只有冇 key 就得啦。我遇見你的那一天，世上才有風花雪月。豬頭骨係最硬嘅嚇，你簡單睇有冇 key 有冇翻車，只要你睇住有冇 key，一啲都冇 key， 一啲都冇 key 啊！你冇講斬雞斬鴨啊！最硬嘅骨你。下面我哋帶大家睇睇嗰把切刀啦，都係手工電打，由我哋用鋼工廠直發㗎。我哋嘅切刀又非常之鋒利，切絲、切片、切肉粒，輕鬆切。但係冇建議用我哋嘅切刀來斬嘢哈，斬嘢就用斬刀，切嘢就用切刀，嗰2個組合真係完美啊！好似朱古力咁絲滑。一刀嚟冇嚟就刨紙毛得啦。哎呀！今日係我哋鎮個開日，我知道老公肚餓我哋，依家我去買啲白雞炊俾佢食食。5蚊紙一大條。喂，你食大幾餐㗎啦？啱食佢冇幾耐又食。食得係幫你食乜嘢呢？煎夠皮咯，梗係咯，咪咪㗎呀！白雞炊，嗱你拿。白雞炊過來做過。白雞炊，好家嘛？好家。呀。